刘群啊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英国出名的一位文学家叫做 C.S. Lewis， 有真侪著作，其中有一本著作真趣味。这本册中文的名该翻做是《势利魔鬼真聪明》。伊的原文叫做 The Screwtape Letters， 是咧讲到有一个大只魔鬼，伊的名叫做大榔头，咱讲这个钢腿啊，然后伊写批互一个细只魔鬼，这只细只魔鬼的名叫做这个 Wormwood， 咱该翻做这个蠹虫，也是该翻做是苦艾。伊是阿叔，伊是孙仔辈，讲已经要退休所以写批互这只小魔鬼，甲伊教一寡撇步。甲撇步讲，你安怎会通去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欺骗人、来迷惑人，互人离开上帝，互人毋捌上帝。C.S. Lewis 伊写这本册时阵，伊是对着一个代志得到灵感，就是伫二次大战期间，伊听到希特勒通过这个电台，不管是伫一个所在咧播送伊的演讲。希特勒的演讲不只有煽动力，咱讲充满魅力，总是内面有真侪邪恶、迷惑这种的思想，所以伊对这个所在得到灵感，所以写这本的册，这本的册内底拢总有31张批，伊要提醒咱毋通认为咱作敖，有的时阵魔鬼比你较聪明，你若无势利、无斟酌。你会陷落伫伊所设的陷阱内底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节，圣神明明讲，伫后来时期，的确有一寡人会背离因所信的，来行迷惑人的心魔，教着魔鬼的教示。咱台语有一句话讲了真对，伊讲人牵毋行，鬼牵酷酷行。上帝讲的话你毋信，那魔鬼讲的话你就戆戆去信。事实上，咱通讲，无论是大整个的宇宙，还是细到伫咱日常每一天的生活，咱拢是一场战争，是伫一场属灵的战争中间。启示录的作者，上帝会看起一个异象，就是这个终末到底会安怎？伊咧讲终末，上帝要互这个旧的天、旧的地。变成做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伫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要来临进前，整个宇宙会发生一场大战争。伫这大战争开始的时阵，伊讲我看去有3只污秽的神，也是讲污秽的灵，亲像啥物货？亲像癞蛤蟆，亲像咱讲獐子。这3只獐子对迄只灵，就是撒旦的喙走出来。还佫有对兽，就是海中的兽、野兽，就是即个欺压人的政权、帝国，对伊的喙来出；还佫有对假先知的喙来出。这个是这个邪恶的神，因会惊侵略，因来召集普天的王，然后要来交战。要甲什么人交战？就是讲这个兽甲这个王，因带领这个军兵。要来甲遐着白马的人子所带领的天军来交战。换一句话讲，伫启示录的作者，伊所看到的世界末日，这是上帝甲上属地的儿女，以及甲着邪神以及伊所带领的军队者一场的征战。伫这征战了后，新的天、新的地才会通降临。总是咱也毋通干那看遮尔大宇宙的代志。实际上，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，保罗先生提醒咱，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咱伫这属灵的征战中间，咱要着斟酌着势利，若无，咱会输了真忝。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6、20节，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，伊安尼讲：因为咱的交战，毋是咧抵敌遐有血气的。是咧抵敌遐会办政事、遐会掌权、遐会暗示的君王，甲着天空中侪歹的邪神。
换一句话讲，无论是咱日常的生活，也是伫掌握整个宇宙的一个战争，拢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既然咱有份伫这个属灵的战争中间，咱对着帮助咱的圣神，甲着会毁害咱的邪神，咱着爱有一个明白。约翰一书清楚甲咱讲，伊讲所听兄弟姊妹啊，所有的灵，所有的灵，你袂通拢信，因为有的神，有的灵是出自上帝，若是有的灵，伊是出自邪，伊是出自撒旦。但要安怎做一个分别？约翰一书伫这个所在提供咱一个分别的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这个神，这个灵。是毋是有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体？若是伊有，这是对上帝来；若是无，伊毋是对上帝来，伊是对邪神来。咱着爱谨慎，着爱防备，毋通随便来相信一切的灵有气力的，拢是对上帝来。因为有一寡神、一寡灵，伊是对邪恶、撒旦来。甚至有一寡先知，因讲我所传的是上帝的信息。甚至因会通行侪新约甲奇事，抑佫咱犹原爱试验，到底即个人伊所挖靠的是圣神，也是邪神，免得咱受到欺骗。但对圣经的解释中间，咱会通对两个观点来清清楚楚看出，到底圣神甲邪神中间伊的差别伫倒位。第一个要紧的，就是咱爱知真理甲白贼。圣神被称作是真理的圣神，因为真理是圣神的本质。圣神高举真理，常时也拥护真理。圣神来到这个世间，一个要紧的工作，就是引带咱进入真理内底，也互咱活伫真理内底。圣神亲像啥物货？伊亲像一个老师，咱内在老师、启蒙的老师，伊会引带咱来阅读、来听、来想起、来明白。上帝的话，特别是记载伫圣经中间，上帝的话语所做的启示，一步一步来启发咱的良心，拍开咱原本愚戆的心窍，互咱通明白过去咱所毋知的真理，也引带咱将咱所捌的真理会通深化伫咱的思想内底，也互咱会通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。那伫圣神在引带咱明白真理、进入真理其中一个非常要紧的方法，就是互咱想起，互咱想起上帝的话，想起过去咱所读圣经中间上帝的话，也是咱过去所听到上帝的话。咱会通举几个例来说明。彼得这个人，伊是足大胆的人，足侪代志伊拢要冲伫头前。彼得伊也认为讲，我是不知。这个勇敢的一个人，若是关于耶稣的代志，我会通拥护耶稣。总是彼得，伊也捌陷落伫惊吓中间。当耶稣被掠的时阵，这个祭司的查某干讲：“彼得，你是甲耶稣共党的？”彼得讲：“你咧讲啥？我听无。”伊否认，伊连续3届否认。圣神引带伊，当伊3届否认了后，伊回想。主耶稣基督捌甲伊讲一句话，就讲伫假提进前，你要3届无认我。彼得回想伫耶稣所讲一句话，伊看到伊内心真实的真相。伊一直认为讲我是非常勇敢的，我是非常大胆的，我为着耶稣死，我嘛在所不惜。总是其实伊的内心是非常的软弱。圣神常常会通过上帝的话，互咱看到咱内心真正的真相。咱若欢喜，互上帝的话进入到咱内心中间，圣神就通通过这话来互咱看去咱真实的真相。咱通过另外举一个例来说明。耶稣捌一届教着这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伫讲话时阵，伫争论的时阵，耶稣对因讲。恁将这个圣殿给拆掉，然后我3日要来起造伊。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，当初时包括耶稣，无人会通了解这句话是啥物意思。总是后来耶稣对死搁活，伊死3日了后对死搁活，
圣神就引带伊学生来想起耶稣所讲的即句话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因就明白一个真理：耶稣是用伊家己的身躯成做圣殿。耶稣的身躯为人拍破，总是伊死了后3日要搁活。圣神要帮助咱，互咱想起伫耶稣所讲的话，来引带咱来明白耶稣的真理。咱通搁举一个例，彼得当伊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伊有一个乞丐，因为伊是一个犹太人，过去伊所领受的教导，认为讲救恩会通临到伫犹太人，总是救恩袂通传到伫外邦。总是圣神引带伊到伫哥尼流即个外邦人的家，伫个所在，当伊开喙，拄开喙，要因讲道时阵，圣神就降临到伫哥尼流甲因全家的人身上。迄个时阵，伊也想起到伫耶稣捌对伊所讲的话，伊讲：施洗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的，总是恁要接受圣神的洗。当伊看起即个现象了后，原本伊心内即个乞丐，伊心内迄个过不过去的那个门槛，伫这个所在，伊就拍开了。伊确信一项事：上帝的救恩无偏待任何一个人，救恩会通临到伫犹太人，救恩也要临到伫外邦人。但兄弟姊妹，圣神是上帝差遣到伫咱中间的保惠师。是要互咱伫生活中间拄着困难、拄着试探、拄着忧伤，甚至拄着绝望的时阵，要互咱想起上帝的话。记载伫圣经中间上帝的话，也是过去你伫听讲道的时阵，也是你咧听信息的时阵，你所听到上帝的话，通过你所听到这个话，伊要互你想起，然后通过这个话来安慰咱，来纠正咱。来引带咱进入到伫上帝的真理。若是真理的神相对的，就是邪恶的神。邪恶的神，圣经该称作是差谬的神，也是讲荒谬的人。有的时阵，佫好一个话叫做白贼的神。这款的神，毋仅是得对真理，常时用欺骗、白贼的方法，要引带人、引诱人离开真理。咱知影一项事，就是真理的上帝、真理的圣神，袂讲家己是假，总是魔鬼迄个邪恶的灵，伊会讲伊是真的。这个差别非常的要紧。邪恶的灵，伊会讲伊是真的，常时通过以假乱真的方法来迷惑人。圣经这个所在有提及到魔鬼的名，有的时阵称伊是撒旦。有的时阵称伊是迄只古早的大灵，也是古早的蛇。撒旦有的时阵率领或者的天使，甲伊同齐做伙者的天使，对落的天使，有的时阵该称作是邪灵，也是恶鬼。所以有的时阵咱看起撒旦，有的时阵看起魔鬼，有的时阵看起恶魔，有的时阵看起恶鬼，有的时阵咱看起邪灵等等。这个名称拢有一个共同的所在。就是伊的本质，就是讲白贼；伊的本质就是制作仇恨，常时伊的本质就是伫暗中伫做破坏。咱会通讲白贼话、仇恨，甲着暗中的破坏，这是魔鬼的本能。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44节讲了非常清楚，伊讲这个魔鬼对起头就是害人的，伊无点伫真理。因为伫伊的内面无有真理，伊讲白贼的时阵是对家己所有的来讲，换一句话讲，伊的本质就是白贼。因为伊是白贼，也是所有讲白贼话的人的白。圣神鼓舞咱看到真相，讲出真话。若是邪灵是要引诱咱讲白贼话，相信白贼话。圣神感动咱，就听上帝，就听人，就听教会。若是邪灵，是要刺激咱去怨恨别人，去制作济济者的仇恨。所以约翰一书第4章第20节安尼讲：人若讲啊，我听上帝，总是却怨恨伊的兄弟，怨恨伊的姊妹，这个人是讲白贼，伊的心有白贼，因为袂通听所会通看起的兄弟姊妹。就袂通听迄个袂通看起的上帝。
圣神会鼓舞咱做代志爱光明正大，总是邪神会做一项代志，互咱伫暗中去讲别人的歹话，伫暗中去做破坏代志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16安尼讲，讲一个人若讲我甲上帝有交陪，我相信上帝，我甲上帝常常有互动，总是伊常常伫暗中咧做遮个歹代志，咧做遮破坏代志的时阵，伊是讲白贼。伊无行真理，拄拄因为魔鬼是一个讲白贼的人，所以魔鬼背叛真理的上帝。伊无认耶稣就是基督，上时抵敌基督。伊想尽办法要破坏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带予咱救恩的真理。迄个互邪神所迷惑的人，有的时阵伊会认为讲我家己本身就是基督，我家己本身就是先知，总是伊家己已经受到欺骗，伊家己毋知。上帝是良善，上帝的神圣神也的确是良善。所以，当伫咱的心内中有一寡歹的念头、讲白贼的念头，也是有仇恨、怨恨别人这款的念头，暗中想要做一寡歹的代志去破坏别人的时阵，这种的念头的确毋是对圣神来，而是对邪神来。因为邪神已经进入到伫咱的肉体内底。引起咱邪情这个私情邪欲，触激咱伫这个所在，互咱通过咱的私情邪欲来做遮侪歹代志。所以咱做一个信徒，咱来认真一项代志，提醒咱一项代志。如果咱内心有时阵闪过一寡要做歹代志的念头，也是咱闪过一寡要讲白贼话这种的念头，也是咱的心咧怨恨某一个人这款的念头。也是咱想讲伫暗中，咱要做一寡破坏别人的代志的念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咱就斟酌，咱就细腻，因为邪神已经伫你的门口，伫你的心门口，要找机会，互你来跋倒。迄个时，咱就应该马上来祈祷，恳求圣神来洁净咱的心思意念，无用阮遮的破坏的念头继续点伫咱的心内，因为你若无将伊赶散。伊会伫你的心内底来起受筑巢，伫迄个所在，你的心就亲像一个插窟共款，愈来愈侪歹的心类，伫这个所在会进入到伫你的心内底，慢慢就出现伫你的言语，慢慢就出现伫你的行为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圣神是真理的神，邪神是讲白贼的神，讲白贼的神袂通甲真理的神相混淆。白贼话介可怕的所在，介危险的所在，就是在伫咱听上过侪白贼话了后，咱失去认出真理这种的能力。苏联介绍一个报纸叫做《真理报》，有一个原则就是讲，白贼话若讲100解，人就相信伊是真的。咱就斟酌，就细腻，唔通互白贼的话伫这个所在继续流传，继续留伫咱的心内。耶稣明明安尼讲，伫末日的时阵有假基督，有假先知要出来，因为通惊侪新约甲技术，伊会迷惑上帝的选民，连上帝的选民，连以色列百姓，连基督徒也会受到迷惑。魔鬼撒旦尽一切的所为，惊无共款，才会新约甲技术，就是要迷惑人、欺骗人，互人离开上帝，互人无搁再认捌这个真理。但这是第一项，咱会记即非常要紧的，要分辨圣神甲邪神中间，就是一个是讲真理，一个是讲白贼。第二，咱要分辨圣神甲邪神中间，就是讲到底伊最后目标是啥物货？圣神受差遣到伫世间，到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就是要帮助咱会通见证基督、荣耀基督。若是邪神，伊所要做的工，就是抵挡基督、亵渎上帝。圣神的工作，就是帮助咱有能力通见证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，咱拄则有提到伫彼得，彼得原本非常的惊吓，总是当伊看到真相了后，伊开始成做一个真正有勇气的人。互圣神所充满的彼得，伫五旬节迄一天，伊大胆起来传讲。面对5000几个人，伊安尼传讲讲，迄个恁将伊钉伫十字架顶的迄位耶稣，
上帝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。上帝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。但保罗先生也是伫圣神充满内面，伫这个所在来传讲上帝的话语。当伊咧传真理的时阵，传福音的时阵，伊有一句话非常的要紧。伊安尼讲，因为犹太人想要看到神力，希腊人想要超出智慧，总是我若是属于基督的，我若是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我只有传一项，袂使袂记一项，袂使打折扣的一项，就是迄个定实力的耶稣。对伫犹太人是乞丐，对伫外邦人是愚公。总是对迄个真正蒙恩得到照面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希尼的人，基督是上帝的权能，基督是上帝的智慧。圣神帮助咱要来做见证，就是见证迄个被定实力的耶稣基督是咱真正的主，伊搁我正做上帝所立的主，所立的基督。当互圣神所引出，看到这个终末整个的这个最后的异象的这个约翰，伊安尼讲，迄个受台羊羔，就是迄个看上帝羊羔的迄个耶稣基督。伊到伫落尾，伊要得到权能，要得到富裕、智慧、快乐、尊贵甲荣耀以及恶乐。这个世间的国，也要成做咱的主，甲伊的基督的国，伊要做王，直到代代无尽。但咱会记即件事，信心来，伊要做工。伊所要做的工是啥物货？就是见证、荣光迄个被定实力的耶稣基督，就是迄个国活的基督，就是迄个国活的主。同时，伊显明上帝听的权能，伊显明上帝救赎的智慧。当咱互圣神所引出，互圣神所充满，咱的内心的确有一种的热情。啥物款的热情？咱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咱要甲人分享上帝对着世间人的疼，同款。当咱渴慕咱的生命会通互圣神所充满，咱恳求圣神来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咱也着爱立一个志愿。咱要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讲：我要做一项代志，要做啥物代志？毋是要较好业，毋是要互你的厝搁较大间，是要互你的生命会通成做一个见证，见证耶稣。就是基督，伫耶稣基督中间，咱看见上帝的疼，咱看见上帝的救赎，咱看见上帝的智慧。若是圣神的工作是见证荣耀耶稣基督，那安尼写神的工作，伊的焦点就是的确毋是要见证，毋是要荣耀耶稣基督，伊是抵挡基督，伊是要好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伊是要好认耶稣基督定实力来死。伊是要好认耶稣基督的死，是为着你来死；伊是要好认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上是伊要好认上帝对咱有真实的救赎。写神除了会直接引诱人犯罪以外，互人离开上帝。这个写神还佫有一个秘诀，伊的秘诀就是伊会采取一种迂回，还是讲弯巧的路线。圣经讲，伊会化妆做光明的天使。因为化妆做光明的天使，就互人陷落伫伊的圈套。伊是披着羊皮的豺狼，伊目的毋是要帮助这羊群，伊目的是要残害这羊群。熬欺骗、熬讲白贼的邪神，伊甚至会当通过这假先知有能力来行神业甲技术。总是你若该看，这人行这神业技术，毋是为着见证被定实力的耶稣就是基督。因传这神业甲技术是要来凸显，我是一个宗教人，我真有能力会通吸引侪人来归往伫我。但因毋是要互耶稣基督的性命得到恶乐，因是要互家己的名声得到恶乐。因毋是要为着人的灵魂伫这个所在来流目屎，伫这个所在来引带人的灵魂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。伊是要来互侪人来捐献，互侪人。献侪金钱来归往伫家己，这是写神所做的工，咱就爱斟酌甲细腻。比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9节、91节安尼讲，迄个不法的人就是这假的先知已经到，
因照着撒旦的运行，就是用一切关联信念甲假条头，要来行一切不义的诡计，或者会沉沦的人，伫因的身上来做工。因为这个人因无爱真理，因无爱接纳真理，地告因来失去拯救的机会。但兄弟姊妹，只要是邪神，伊拢知每一个世代、每一个世代，拢真爱这个好奇、这个新鲜的代志。看到什么所在有灵验，看到什么所在有信仰甲技术，因就要赶紧去看。往往伫这个所在，三者要去看，三者要去信。结果，因的心产生一种错误心，陷落伫魔鬼撒旦的网络内底。咱的主要明明甲伊学生安尼讲，到伫迄一天，的确有侪人来到伫我的面前，要安尼讲：主啊，主啊，阮奉你的名传道理，阮奉你的名来赶鬼，阮奉你的名行侪遮的信仰甲技术。若是主要明明甲因讲，我毋捌你。恁遮做歹的人离开我去。但耶稣严厉拒绝因，毋是因无行信业，毋是因无传道理，毋是因无坐遮的关联，是因做遮的代志，毋是要荣耀迄个被定死立的耶稣基督，毋是要荣耀上帝，因是要来荣耀家己，因是要将人归伫家己，毋是归伫上帝。当咱用各种的灵异的信业甲技术。当咱用各种五光十色的娱乐的节目，咱将节目办甲非常的好，办甲非常的请样，咱塑造这的宗教的明星，总是咱袂记得迄个福音的纯正，咱袂记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时阵，那安尼，咱就真容易陷落伫邪神的陷阱。但兄弟姊妹，咱就爱分别圣神甲邪神，都是圣经，也是帮助咱分别。圣经也甲咱讲，你安怎法度赢过邪神的工作？其中概无有三个法宝。第一个法宝就是你着爱倒来到伫羊羔的保护。咱来记一项书，魔鬼有一个名叫做控告者，伊会控告你的罪，无论大罪，无论小罪，只要你犯过这个罪，伊会控告你。伫上帝面前控告你，伫你的良心法庭中间不断的控告你。什么会通互你赢过这个控告？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帮助你赢过这种的控告。启示录内面安尼讲，咱的上帝的拯救，伊的关联甲伊的国，伊个基督的权，他已经到，因为迄个控告咱的，迄个魅力伫上帝面前咧控告咱的，上帝已经将伊拍倒了。咱会通赢过伊，是因为羊羔的血。教着咱所干净的真理来看赢伫伊。马丁路德根据这个，伊安尼讲，基督徒会通有一个赢过魔鬼的控告的一个秘诀。魔鬼将你的罪显明伫你的良心，将你的罪彰显出来的时阵，控告你犯这款的罪的时阵，上司佫讲，你既然犯这个罪，你就爱落地狱，你就爱受死亡，你就爱受足大的刑罚。你著爱受足大白痛，这种的控告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伊讲，你会通对这种控告的声，甲伊清楚回答讲：我有另外的罪，原本我应该承受刑罚，原本我应该承受死亡，原本我应该落伫地狱。总是我要甲你讲，我知影有一个人为我来死，伊的血为我来流出。伊的保护已经洗净我所有的罪，伊为我来死，互我免去担着第二届死这种的苦楚。伊的名叫做耶稣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有应允，伊伫倒落，相信伊的也要甲伊伫倒落。兄弟姊妹，咱就将这句话放伫咱的心内，因为不管是你拢会拄着控告。当你控告的时阵，会记得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法宝，耶稣基督的保护。第二个法宝是啥物货？就是咱要有圣神踮伫咱内面，咱爱抵挡魔鬼。咱若无圣神伫咱内面的时阵，咱无法度抵挡魔鬼。
同时，当咱有信心来伫咱内面的时阵，伊会互咱顺服上帝，也抵挡魔鬼。当咱抵挡魔鬼的时阵，伊就会当得胜。咱会记这耶稣嘛，捌受着试探。当魔鬼甲伊讲，只要你拜我，我将这荣华富贵拢互你。耶稣甲伊清楚安尼讲，伊抵挡魔鬼，对着魔鬼的引诱，伊清楚安尼应答讲：我只有敬拜上帝，我的骹头夫只有跪拜上帝，我的心只有完全属于上帝。当伊讲这个话，魔鬼就无法度看赢伫伊。当第三个法宝，上帝所赏赐咱的，就是咱伫征战中间，咱毋是干那被动被攻击，咱会通主动来攻击，咱会通穿上帝所赏赐咱全副的军装，同时会通提起圣神的宝剑来攻击。当咱伫圣神内面来祈祷，圣神会帮助咱，将咱所读到、咱所回想到上帝话，成做两面来的剑。这两面来的剑会通刺裂，会通破开，会通或者邪恶的欺骗，甲白贼伫这所在不攻自破。大兄弟姊妹，这三项的法宝，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十字架的真道，教着咱顺服伫十字架的真道，以及圣神的宝剑，咱的主已经赏赐予咱，要互咱会通较赢伫邪神伫咱的中间的工作。我有一个比喻的故事，安尼讲，伊讲有一天，一个天使对着一只真歹的狮，安尼讲，讲对打以后，你若看到有基督徒，你袂使教这个基督徒，别人去教不要紧，但是基督徒毋通教。迄只狮讲，我较知影讲，这个人基督徒，也毋是基督徒。这个天使甲伊讲吼，因为基督徒吼身躯有一个味，你来闻看觅，你身躯闻看有这个味无安尼？伊讲安尼哦，好，无我来闻看觅。过几工了后，天使阁拄着迄只狮，甲迄只狮叫来讲，有人甲我讲你将一个基督徒的身躯，伊的骨、伊的肉，拢食甲剩空，敢若剩伊一支喙。你是要安尼做？这只狮讲，我来照你的话去做啊，我来偏，伊的规身躯拢无有味，敢若伊的喙有味，伊的喙会讹到上帝。伊的喙会讲我是基督徒，总是伊的规身躯拢无有香味，干那一支喙，所以我只好甲伊加，尾仔剩一支喙。这个比喻的故事是要甲咱讲，是一个讽刺。咱若敢若喙在讹到上帝，咱的心离开上帝。咱若讲我是基督徒，总是伫咱的生命中间无悔改的行为。咱讲甲真济，就爱听。总是咱无听的行动，安尼，咱是做喙唇顶的基督徒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讽刺的话，安尼讲，足侪查甫人做爱讲大声话，所以这个广告词讲查甫人啊，千万毋通剩一支喙。咱做基督徒嘛，千万毋通真做剩一支喙的基督徒。这款的基督徒是互济的白贼。的神背逆、自我欺骗的一个基督徒，总是除了毋通真做一个剩一支喙的基督徒以外，咱也着谨慎。圣经对着基督徒提醒，搁再提醒这样事。伊讲恁着节制，恁着警醒，因为恁的对敌就是魔鬼，亲像好叫的狮，四界在行，在敲吹通吞食的。咱若无谨守咱的良心，常常伫圣神内面来祈祷；咱若无谨慎咱家己的行为，常常放纵咱的私情邪欲，常常用阮白贼话，用阮仇恨，用阮贪婪踮伫咱的心内，咱就真容易真做魔鬼撒旦即只狮的食物。总是当咱学习会晓倚靠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当咱会晓高举十字架的真理。当咱知影顺服伫圣神，来顺服伫上帝，来抵挡魔鬼。当咱会通开始举起圣神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话的时阵，那呢，咱就无搁再真做魔鬼撒旦要食的吞食的物，咱是真做魔鬼撒旦的克星，咱会通看赢伫伊。大家亲爱的兄弟姊妹，
互咱立一个心愿，咱欢喜接受圣神对着咱的引带，进入到伫真理，互咱的生命有真理，互咱的生命有光明，来远离邪神对着咱的欺骗、羞辱，甲着黑暗的破坏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伫你无有虚假，你的应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拢是阿门，拢是真实。你差遣到伫阮中间的圣神保惠师，是真理的神，伊要带领阮明白一切真理。但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的灵会通得到警醒，互阮的心会通得到晓悟。互阮会通分别真理的神甲邪恶的神，互阮无中着魔鬼的诡计，通成做魔鬼吞食的物。互阮通善用圣神的宝剑，常常伫基督中间来斩断魔鬼束缚的锁链，来刺破魔鬼的欺骗甲白贼。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意爱活伫你的真理内面，求你的神来帮助。恳求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主耶和华，将我温天加怜悯，我爱你，你是可爱你，等我我头，为你虽然无依靠，却不在快乐的领高，你最我，高永远我。虽千年多罪，我永望你相守。你最后，听我的恳求，让我灵魂经历承受主拯救。主耶和华，将我温天加怜悯，我爱你，你是可爱你。我头，为你虽然无依靠，却不在快乐的领高。你最后，靠永远问我，虽千年多罪，我永望你相守。你最后，听我享受主拯救，你最后，靠永远问我，虽千年多罪，我永望你相守。你最后，听我的恳求，让我灵魂经历享受主拯救。我灵魂经历享受主拯救。